马斯攻入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随反击崩加萨拉法，崩着一大难民营，上无是有35个人死亡。卡达航空一架飞机因为乱流向坠落，12个人受伤。专家警告讲，软化会害乱流愈来愈严重。群众小姐比赛拍破年会限制，有一位60岁律师罗德格里兹摕到最佳名誉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以下战争的状况。哈马斯当时向以色列的首都射火箭弹，以色列迄边随甲反击崩炸萨拉法，结果是去崩着一大难民营，至少是造成35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伫拉法西区的这个难民营，互以色列空袭了后，规个烧起，民众破水想要抢救，根本做袂到，规营区拢烧了了。部分救援人员赶往其他互人攻击的民家，救出掉伫内底的民众，伤患一直送入病院，其中袂少是囡仔。以色列2日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新的攻击，以军表示是针对哈马斯进行精准打击，拍死2个哈马斯执勤领袖。不过巴勒斯坦卫生官员是讲，以军拍到难民营攻击民家，造成90人伤亡。伫以军发动攻击进前，以色列商业大城特拉维夫原来有警报声，哈马斯所属的阿克萨姆烈士里放出发射火箭弹攻击的影片。以军证实，至少有8粒火箭炮为加沙南部的拉法发射，其中真侪粒互人拿炸，部分火箭炮的碎片落落特拉维夫市附近的海亚兹利亚一间小学外的人行道。这个84岁老阿嬷伊的厝原来有火箭碎片击到。更破厝顶损害房间，照顾伊的看护嘛惊甲跋倒，好在阿嬷是无要紧。以色列国防部认为，加沙的这波攻势代表哈马斯伫以哈开战7个月了后，也是有这个能力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研判这是因想要拖延以军部队向前的手段。虽然国际法院日时要求以色列需停止伫拉法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坚持对拉法的行动是彻底摧毁哈马斯的关键。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意外消息，印度顶礼拜六发生2件严重的火灾，西部古吉拉特邦一座移动游乐园着火，迄当阵游客是当济，尚无27个人死亡。也若是同一天，伫咧首都新德里，嘛有一间囡仔病院着火，7个红孩仔不幸过世。火一直对建筑物内底清衰，消防员赶紧抓水来拍火。印度首都新德里一间儿童病院，25深夜发生火烧厝。当时真侪闪烁干那无炸，造成这火势一直摊开。院内真侪囡仔无道性的能力，就安尼掉伫火场内底。尽管在场民众甲消防员斗阵来救出10外囡仔，不过也是有7个新生儿未婚的大汉就安尼活活互火烧死。बेबी केयर वालों की गिरफ्तार की जाए और जो बिलास्टिक उन्होंने करवाया है, जो बिलास्टिक वो धंधा गोरख धंधा सिलेंडर का कर रहे थे, उनकी जांच की जाए और क्या नाम उनका लाइसेंस रद्द किया जाए, उनकी गिरफ्तारी हो पूरे स्टाफ की और ओनर की भी साथ में। 第一次这么严重的事故，火警人甲当时值班的司机医师，当时却是无看人，也过警察真紧就抓到走去的医生甲头家。印度媒体报道，导火病院发生过虐待囡仔代志，消防设施也无合格。病院的许可证更加是早伫3月底就到期啊。连事发迄暗值班医师的资格拢有问题。当地政府是讲，正伫调查病院导火原因，一定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就伫病院导火前几点钟，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一座儿童游乐场也发生重大的火灾。当时真侪家长趁假日带囡仔去佚佗，却是拄着火灾。当时火灾发生时风过真透，结果一直炭烧。游乐场如果是铁片建筑，真侪人掉伫火场内底，就也唔知生死。आग जो है अभी भी उसमें धुआं निकल रहा है, तो अब जो स्ट्रक्चर कोलैप्स हुआ है उसके अंदर से जो मलबा है उसको निकाला जा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16 डेथ का फिगर मिला है, पर ये संख्या कंफर्म की जा रही है।不
幸的是，死亡人数真紧就清悬到27人，而且多数罹难者是囡仔，真侪亲属伫病院哭到要死，唔敢相信囡仔就安尼无去啊！严调才伫调查导火原因，并且已经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关押游乐场店主甲主管。高德拉地方的官员是讲，一定会对违法的人来采取严厉惩罚。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另因为德国巴布亚纽几内亚是发生真严重的崩山，联合国预估已经超过670个人死亡。当地政府是认为讲，还佫有超过2000人去往外台，而且即阵当地天气是真歹，若是继续落雨，恐惊灾情会佫较严重。扛车卡徛伫乐观梅中，冒着风险，也想要找到掉伫土石中的亲友。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北部恩加森的山区，离时发生山崩了后已经几啊天，东乡机区犹原无法度到灾区，居民甲救援人员只当用山挑、石头，甚至用手也要拍拼都是希望会当找到生还者。Currently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a lot of survivors here, mothers, children, taking mothers, and there's an elementary school that's buried, fully buried. Miket, I think, family plumi or staro ground. Now, some like and Minokan Kandim and Planty. So, Miket, me, Papa Blondin ground, Miss Tabi. Or some now, you black, I'm Elvi Mia, me, Hamaslo, you black. So, me, allo, kissing all pen blue, stop in the long ground here.文家省顶礼拜的山崩风险又是毁灭性，土石掩埋范围达到3至4个脚球场大，和土石砍掉的厝超过150间。联合国评估，当地罹难人数恐惊超过670人。巴纽政府的数字更惊人，指出当地恐惊已经有超过2000人往外台，已经向国际社会正式讨求。不过澳洲已经答应赶紧提供协助。We are very anxious about the numbers around the death toll, which continue to rise. From the moment this occurred on Friday, we reached out to the Papua New Guinean government, offering our assistance in whatever we can do. 目前居民甲救援人员只挖出6具遗体，也毋过掩埋地区当日涉水，土石犹原咧掘动，加上灾区的天气状况无好，万一落大雨，恐惊会引起另外一件土石流。也毋过，搜救人员强调，除非居民要求，未暂停救援工作。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顶礼拜，新加坡航空则因为乱流紧急降落，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即阵在中东的卡达航空直接要飞去爱尔兰的飞机，嘛因为在乱流向侧落，造成12个人受伤。有专家就警告讲，因为气候暖化，未来这乱流的情形就会愈来愈严重。造成这2站恐怖事件，情况乱流是比歹天更较惊人，因为伊是真歹去侦测到。伊的原理是，若是这飞机对高速气流的所在飞去慢气流的所在，这种高架的所在落差伤过大，飞机就会向侧落。若是遇到严重等级的乱流，这是关度一声就会差30公尺以上，等于就是10层楼啊悬。所以讲，这人甲物件拢向后飞起来。不过，咱咧坐飞机的时阵是无可能会当避免乱流，安尼要是爱安怎做，才会当保证家己的安全咧。上较重要的3点，就是就算讲这安全带的警示灯无倒咧，也是爱随时下掉咧，慢慢后背行来行去，而且行李爱放互好势。这前2点咧，就是要避免常常遇到乱流的时阵，人才袂去互后背去弄着伤。上尾点是避免这物件落落来，才袂去造成伤亡。这架编号 QR017的波音787客机对大厦起飞了后，按照预定的路线，经由伊拉克、土耳其，所来经过奥利飞往爱尔兰、多毗林。不过，就伫咧飞过土耳其上空时，常常拄到乱流，就亲像进前新加坡航空班机相款，拄好是空服员分散餐点时间，机舱内底人行来行去，真侪乘客安全带放开，所以造成侪人受伤。But it was quite scary. The plane just seemed to go stop, which it didn't, but then dropped, quite a severe drop. And then, fortunately, the captain got it under control quite quickly. 班机最后是平安降落伫爱尔兰的多毗林，转来大厦行程小可受到延误。机场的运作是一切正常。对着连日来团出民航机拄到乱流，造成人员伤亡。有专家甲原因归因是气候变迁，引发小空气快速沁悬，造成乱流。Turbulence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as climate changes.
and a univers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shown that over the last 40 years, severe turbulence has increased by 55%, moderate turbulence by 37%, and slight turbulence or light turbulence by about 17%. 不过，姚科学家认为讲，这只是统计上的相关，无用算讲是直接的证据。At higher altitudes, where most aircraft are flying, you can have the jet stream causing winds to be very strong, and toward the edges of the jet stream, you can get very large shears. It's not unclear that climate change wouldn't have an effect, but it's just a hypothesis. It seems reasonable, but there's no proof of that yet. 另外，像是冷气团甲暖气团交界所在，也是雷雨包的云层顶面，拢较会产生乱流。还有就是喷射机后壁，包含引擎喷出来废气，甲其实尖尖的所在，拢有程度不定的乱流。所以讲，各大机场的航管塔台，拢会严格来要求每一个航班，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拢必须爱隔几分钟以上。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世界卫生大会起考，咱台湾是已经连续8年无法度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卫福部长邱泰源甲立法院的副议长江启臣，就利用这大会开议进前开国际记者会，表示讲咱台湾是为当帮助国际先进医疗水准，无应该放排除在外。而且中国迄边嘛无权力通干涉咱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卫生大会2次开议，台湾敢会当突破中国压力，参与世会是这摆大会焦点。卫福部长甲立法院指导团伫大会开议进前，主持随时日内华召开国际记者会，以专业分享世界发声，表示台湾到今有完好排除伫大会之外，已经违背世会捍卫全球健康福祉的核心精神。Yet, due t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WHO has continued to exclude Taiwan. This undermined WHO's efforts to cre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global health architecture. 中国长期以联合国27500号国旗，技术性主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台湾是主张，这份国旗无认定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甲其他国家建交也是参与国际组织，中国无权干涉组织。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它有它的历史背景跟各方的考量。实际上，它主要是处理 PRC 当初加入联合国的入会案，它并没有影响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律地位。我们具有国际上，也就是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理应享有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表示，虽然国际政治真现实，也毋过希望友邦甲国际朋友毋通只看到台湾的半导体，疏忽台湾健康产业会当为国际带来正面的影响。卫福部长邱泰源讲，台湾积极培养医药卫生领袖人才，政府也寻求更加创新的方式突破中国封锁，会以高水准医疗继续帮助其他国家。公视记者。立法院将举行第2轮投票，现任的总统纳赛达是摕到超过7成选票大赢。不过，伫咧竞选期间，伊是捌讲要甲台湾代表处改做台北代表处，咱两个关系敢有变化，真值得关注。立法院总统纳赛达甲总理西莫尼特二老伫总统大选的第2轮投票内底搁再对决，结果伫将近99%的选票开出了后，纳赛达以74.5%的得票率，赢这个西莫尼特的24.1%，摕到压倒性胜利。Lietuvos nepriklausomybė, Lietuvos laisvė yra kaip tas trapus indas, kurį mes privalome branginti, saugoti, neleisti jam įtrūkti. Ir štai dėl šitos priežasties tikrai reikės padaryti daug, kad kolektyvinės saugumo sistema, kad NATO, mūsų bendrystė su ES valstybėmis veiktų ir bendrajam gėriui, bet ir veiktų Lietuvos naudai. 为伫波罗的海3小国之一的立陶宛，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了后，就反倒正做俄国的一个目标。大选期间有关俄罗斯威胁甲国家安全是上热门的焦点的议题。这次决选的2位候选人拢主张提高各方的预算，不过有不少选民认为讲规矩当前上好是维持现状。这恐惊也是纳赛达关票取得连任的原因之一。It's not a good time to be changing presidents, that's for sure, due to international. Well, you know, the war and stuff. I'm just hoping for stability and continuation of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because I don't think it's time to make any changes at the moment. 立陶宛是半总统制国家，总统有外交、国防甲安全事务的大权，必须甲总理领导的内阁密切来沟通。西莫尼特虽然落选，不过依然有总理的职务。不过今年10月，立陶宛也进行国会大选。老塞达巴蒂竞选期间讲到，台湾做立陶宛代表处应该改名正式国际间定来用的台北。外界认为讲，伊想要改善甲中国的关系，不过也讲过中国是威胁。这样确定连任了后，会往用倒一边也受到国界关注。高市新闻张惠斌编译。环球小姐选美大赛是已经举办超过70年。今年阿根廷有一位真受瞩目的选手，是一位60岁律师罗德里格兹，伊是摕到地区赛冠军。虽然全国赛无排伫咧头前，不过嘛是摕到最佳名扬奖。不过，若是照过去的比赛限制，这罗德里格兹根本就无法度参加比赛。因为过去是规定，这选手爱伫咧18岁至28岁之间，而且有结婚，甚至是已经离婚的，也是讲有生捌生过囝，拢袂使参加。是对今年开始，才甲这个规定隆重废掉。今年阿根廷小姐贝纳加姆29岁，嘛是超过过去的年岁限制，本地伊也是袂当参加的。这是显示讲社会对水的观念已经改变，水无应该互任何条件束缚掉咧。已经来到60岁的罗德里格兹，伫全国赛的参赛比赛中，甲大家同款穿管大鞋、甲游泳衫展现活力，也以用的红色礼服伫舞台散发自信。伊是伫环球小姐组织修改参赛年纪的限制了后，会当参赛。另外，也有一位40岁到37岁的美女参加这场选美大赛。有的参赛女性已经是做人母亲啊，这伫以前的选美大赛是无可能的。Una aventura loca que emprendí, sin expectativas, nada más que con la idea de enfrentar un desafío nuevo. Me animé porque la verdad que había que animarse con 60 años a emprender este proyecto. 罗德里格兹伫今年4月的地区选拔赛中摕第一，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小姐头衔，登上国际新闻版面。稍后继续参加25的全国决赛，虽然最后去互汰掉，无法度成做阿根廷小姐，搁代表阿根廷参加环球小姐选美，也毋过得到最佳羊毛奖。伊认为已经成功，互人对水的看法开始转变。Son líderes en lo suyo y pueden inspirar a otras mujeres, así que creo que es algo muy bueno que 全球上大的选美大赛环球小姐高达超过70年，过去对参赛规则设下严格限制，不过随着时代改变，也一直调整到2023年，参赛选手年纪限制伫18到28岁之间。不过为2024年开始，参赛人无年纪的上限。另外，以前已经结婚、离婚、有生还是生过囡仔的，拢袂当参加。即马这个规定拢已经拍破。全国决赛迄日摕到秀冠的是29岁的贝纳加姆，那依照以前的规定是超龄，阁无法度参赛。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日本古典歌舞剧铃剧是联合国的无形文化遗产。虽然这铃剧是无限制演员的性别，不过过去也是以男性为主。一站女性的演员徛起，甚至阁演出经典的戏出，拍拼要拍破性别的阻碍。得到皮纳社台顶的连剧演员开始照着剧本伫咧排练，不过详细看舞台顶的演员差不多拢是女性。受到江户时代幕府将军的赞助，连剧文化发展愈来愈繁荣。不过也因为迄当阵的政府规定，女性是禁止上舞台。虽然19世纪末解除这项禁令，女性演员也是真罕见。大部分拢是老爸传予后生，一代一代传落去，亦互女性演员无机会上舞台。何度も舞台の上に立って経験を積んでだんだん上達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かなかその上達するその機会が与えられないので、そこでこうやっぱり落差が生まれちゃうっていう感じで、それで悪循環なのかなと。伫导师金春康明讨论并且鼓励之下，波奇真由子开始筹划以女性演员甲音乐家为主的演出。并且经连续正有名的戏《到城市》作为因第一部戏，这出戏是咧讲一个互人偏激的女性，心内万分想要保护，观众的评价也袂歹。女性としては嬉しいこと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でね、コンパルさんが初めてそういったことにもね、ちっちゃい流派ですけど挑戦されるってことなので、はい、今日はとても楽しみに来ました。
不过自古以来，连剧内面的配角，一个故事讲解旁白描述，拢是男性，所以这边的演出永远有少数几位男性的演员参加。而这也是连剧的历史上，正罕见的有这么多连剧的女性演员甲音乐家第一遍共台演出同一出戏。公司新闻，但是当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